詩篇56篇，非利士人在迦特逮捕大衛，那時他作這金詩，交給聖詠團長，曲調用遠方無聲鴿，信靠神的祈禱。神啊，求你憐憫我，因為有人踐踏我，終日攻擊欺壓我。我的仇敵終日踐踏我，請驕傲攻擊我的人很多。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你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讚美他的話語。我倚靠神，必不懼怕。血肉之軀能把我怎麼樣呢？他們終日扭曲我的話，千方百計加害於我。他們聚集埋伏，窺探我的腳蹤，等候要害我的命。他們豈能脫罪呢？神啊，求你在怒中使萬民敗落。我幾次流離，你都數算。求你把我的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裏，這一切不都記在你的冊子上嗎？我呼求的日子，仇敵都要轉身撤退。神幫助我，這是我所知道的。我倚靠神，我要讚美他的話語。我倚靠耶和華，我要讚美他的話語。我倚靠神，必不懼怕。人能把我怎麼樣呢？神啊，我要向你還所許的願，我要以感謝祭回報你，因為你救我的命脫離死亡，你保護我的腳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。詩篇第56篇靈修指南，主題：在懼怕中信靠神的保護。經文重點： 1. 面對敵人的恐懼。大衛在這段經文中表達了他對敵人的恐懼，他懇求神的保護。這提醒我們，當我們面對困難和威脅時，應該勇敢地將自己的恐懼帶到神的面前，尋求的幫助。 2. 信靠神的話。大衛表示，無論何時他感到懼怕，都會信靠神的話語。這讓我們意識到，神的話是我們在艱難時刻的力量與指引。當我們感到不安時，應該回到神的話語中尋找安慰與信心。 3. 神的記錄。大衛提到，神會記錄他的眼淚和遭遇，這表明神對我們的關心和理解。這段經文提醒我們，無論我們的痛苦和困境多麼深重，神都在看顧我們，並會記住我們的每一個痛楚。 4. 呼求神的拯救。大衛堅信神會拯救他，並不會讓他在敵人的手中失敗。他重申對神的信靠，這使他能夠在困境中找到安息。這鼓勵我們在面對挑戰時，始終堅持對神的信心，並相信的拯救。 5. 感恩的回應。最後，大衛感謝神的保護，並承諾要以感恩的心來回應神的恩典。這提醒我們，當我們經歷神的拯救時，應該以感恩的心來回應的恩典，並在生活中傳揚的名。默想：你在生活中面對懼怕和不安的時候，通常會如何應對？你是否會像大衛一樣，轉向神尋求幫助？你在信仰中是否有過經歷神的保護或拯救的時刻？這些經歷如何影響你的信心？你如何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表達對神的感恩，尤其是在困難的時期？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在我生命中的保護和引導。當我面對懼怕和不安時，求你幫助我堅定信靠你的話語。願我在每一次的挑戰中都能感受到你的同在，並以感恩的心來回應你的恩典。奉耶穌的名禱告，阿門。行動1：每日靈修，花時間讀神的話語，並在禱告中將自己的恐懼和困惑交給。2: 感恩日記，記錄下你每天感恩的事情，並專注於神在你生活中的作為。3: 分享見證，與朋友或家人分享你在困難中經歷神保護的故事，鼓勵他們也信靠神。願這靈修幫助你更深入理解詩篇第56篇的教訓。願神的恩典與你同在。